法国总统马克宏任命的新总理勒克卢，上任的头一天就有一场25万人全国性的反政府示威，抗议的人士是封锁交通基础建设，和政府机关无法度运作，嘛发生严重的警民冲突，头一天就有300多人和警方抓起来。 透过网络社群媒体串联的超强相关马克宏运动大封锁，七十就像野火共款，曾经伫全国各大城市以400多种无同的形式伫街路扩散。巴黎、马赛、波尔多、蒙彼利埃几个大城市的游行队伍人数拢达到几啊千人。抗议民众以封锁交通基础建设、和政府机关无法度运作的方式表达不满，当局动员8万警力全力戒备，替公路交通的中心欧洲之星停靠的。 巴黎北站有瓦签名亡命的示威者，甲警方爆发激烈的肢体冲突。Je suis arrivée à 6 heures du matin et j'attends que le gouvernement tombe et que Macron dégage. 这一日拄好是新旧总理勒克鲁甲佩胡伫总理府进行职务交接的日子，就任面头一日就出现25万人规模的全国性反政府示威。勒克鲁伫随时表示，会以创新的方式处理艰难的政治局势。国民议会有上侪涉事的单一政党极右派国民联盟并无进动。其新总理人选充分显示，马克宏只会伫动员站内底固守，有言这又阁会是一个底面内阁。 Le nouveau Premier ministre, par ses responsabilités passées, a applaudi à l'ensemble de la politique d'Emmanuel Macron depuis 8 ans. Donc, nous sommes sans illusion sur ce bail précaire. 法国去年的财政赤字占 GDP 的5.8%，是欧元区上悬，借贷成本一路升悬。10年期公债息利率挖近意大利是过去捌出现过的情况。国民议会内的3种主要政治势力对于这部规矩要安怎解决，拢有家己的坚持，而且拢无变样。上次民调显示，61%派选民赞成改善国会重新改选。那一旦改选，国民联盟以33%的支持率稳稳坐第一。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。